Hello，華記正能量，我係一個香港人，咁我識講10國語言，我今年29歲。Bonjour, je m'appelle Wayne, je parle en français. Ciao, mi chiamo Wayne, posso parlare italiano. Buenos dias, me llamo Wayne, puedo hablar español. Bom dia, chamo-me Wayne, posso falar português. Hello, ich heiße Wayne, ich kann Deutsch sprechen. Merhaba, ben adım Wayne, ben Türkçe biliyorum.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Wayne, я говорю по-русски. Xin chào tôi tên là Wayne, tôi là người Hong Kong. Hello, my name is Wayne, I'm from Hong Kong. 大家好，我是 Wayne， 我來自香港。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件好得意嘅事，同埋 spread 下正能量，就係咧，我去意大利揾一個意大利朋友啦。咁佢嗰邊就景色好靚啦，咁樣係咪湖光山色？但係咧，我就 show 咗啲香港同埋重慶嘅相俾佢睇喎。咁佢就好 surprise， 因為對佢嚟講，重慶同香港呢啲咁大型現代化嘅城市喺佢意大利嗰邊咧係好少見，咁所以佢就留下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咁佢竟然咧今年暑假咧，佢就決定去重慶教3個月嘅英文。咁佢亦都嚟香港揾我。咁佢就話，因為我同佢分享咗咁多關於中國、我哋嘅祖國同埋關於香港嘅事咧，令到佢對呢個地方好有興趣。咁佢就決定過嚟香港，同埋亦都喺重慶嗰度生活。咁佢而家咧已經學到第2 level 嘅普通話，咁其實佢講重慶話咧，仲講得好過我。咁我亦都去咗重慶揾佢一齊玩啦。咁見到祖國大陸真係哇，好令人震驚。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未去過重慶，但係我聽過佢係一個網紅城市。哇！今次佢真係大開眼界，因為重慶除咗有啲好現代化、好摩登嘅建築之外咧，佢仲有保留咗佢歷史嘅一面。咁例如去呢個山河博物館咧，你可以見到一個漢代，Oh my God，漢代嘅一個闕啊。咁你基本上喺中國大陸而家遺傳到落嚟嘅一個地上建築係好少，咁所以見到一個漢代嘅闕真係令我非常非常之感動。咁我帶去意大利朋友都可以同佢講話，其實呢個漢闕嘅年紀就等於你哋意大利嗰邊好多羅馬凱旋門係一樣咁舊。咁我呢個意大利朋友都話：哇，原來中國竟然有啲咁舊嘅嘢。咁我覺得兩個古老嘅文明呢個互相咁樣溝通咧，即係羅馬同埋我哋大漢。咁咧其實係一個好得意嘅事咯，咁我都覺得大家其實可以互相溝通、互相尊重。中國人都係講求以和為貴，係啦。咁同埋有一點就係佢食呢個重慶麻辣火鍋仲勁過我。我食完之後已經食過一次之後已經肚痛唔得啦，但係佢咧竟然冇事，食得辣，所以俾個 like 佢，係啦。咁今次就係我同大家分享呢個正能量，多謝大家。大家好，一睇右邊嗰位樣衰嘅就梗係小弟啦。我姓蔡，啲 friend 叫我做蔡省，曾經去過日本呢一間慶應大學留過學啦，亦都係做過體育記者，期間亦都訪問過例如打網球嘅張德培哥哥啊，以及跳水皇后伏明霞姐姐。咁但係我心咧始終都喺日文方面吓，咁所以後尾就膽粗粗走去教日文係嘛，呃飯食吓。咁期間都不斷充實知識，都好彩攞過啲細藝嘅咩問答比賽獎項啊，或者都本身都儲唔少日本嘅紙幣吓，呢方面我都相信幾見得下人嘅。咁但係好似華記早幾年話齋啦，係嘛，當時就話想帶我哋眼睛去旅行啦，咁但係由於佢後尾太忙啦，去唔晒吓，不如就小弟接力啦，所以我哋就開片。好啦，玩完激流之後，或者網民都記得啦，華記曾經喺早幾年嘅華記正能量頻道咧，就話帶大家去日本旅行啦。咁但係正所謂大老細係咪？咁邊有時間去晒全國啦？咁唔緊要吓，就等我呢一個窮教師係啦，代為接力出發啦。咁你見到啦，跟住我就由北海道札幌市出發咧，一路由北至南咁殺落去吓。咁期間經過去東北地方嘅盛岡縣呢一個岩手市，就梗係挑戰下呢啲100碗嘅碗子蕎麥麵啦。咁你又估下我食唔食得晒咧？係食得晒嘅。好啦，其實大家可以試下噶吓。咁之後我就搭呢一個新幹線子單火車啦，係嘛，就由呢一個係去到東北啊、關東啊、關西啊、北陸地帶啊、四國，當然亦都最尾去埋呢個九州啦，就以呢一個福岡咧做一個終點站吓。好啦，由於大家都聽到啦，咁多個地方係嘛，要擠晒啲相啊，同呢啲短片咧，我諗3個鐘都未必夠吓。咁所以不如我就唔講咁多啦，我揀啲精華出嚟，咁大家睇下有邊啲你曾經去過或者似曾相識噶吓，亦都我把聲有冇華記咁動聽係咪？咁所以與其我講，就不如大家透過呢上邊咧嚟到去睇睇嘅就係我的故事。
旅程期間遇着小弟何一咁樣嘅嚟呢度十分啲家鄉嘢啦，而華記員工都好貼心啊，醒多隻荷包蛋我食。咁啊，終於佢哋支持下咧，就完成咗呢一個日本47個都道府縣之旅啦。咁啊，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佢嘅角色嘅，係嘛？雖然小弟就買唔起華記嘅樓，咁但係亦都可以嚟呢度買翻杯橙汁支持下佢啦，或者向我身邊朋友推介一下華記業務啊，甚至華記如果第日要推廣全國嘅業務咧，咁我諗都可以俾少少意見，略盡綿力嘅。咁啊，華記亦都希望你繼續加油啦，請啊！